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练习一下音阶哦。这个今天我们就不唱歌曲了哈，但是要练习音阶有同学问我了，老师你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你都有带唱谱吗？是啊。那你唱谱的时候我跟着唱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回家那一句我不会唱我要练去鼓一些，我说袂晓唱呢，想那袂晓唱啦，哆咪瑞发咪嗦发啦看无用，不是啦，老师我会唱哆咪瑞发咪嗦，就是我袂安怎讲，这个爬楼梯跳格子同款，我跳袂好势啦。我懂了。同学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哆咪，他没办法准确的唱到咪。那我问一下同学，那你唱咪瑞呢？老师咪瑞当然行啊，为什么行啊？你这个像你这个第一行的谱，我会自己唱啊，你唱唱看，哆西拉嗦发咪瑞哆，很棒啊。那这样子整齐的按照顺序的唱我会啊，就像那个打针一样啊，长幼有序的打我会啊，可是要那个要不按照长幼有序的唱的时候我就不会了。老同学你的意思我懂，所以我今天才开了这个课我们要来唱音阶练习。好，碰到这样的时候哆咪瑞发你唱不准的时候怎么办？同学，我觉得这个就要花一点时间怎么讲，咬着牙来练习一下练习的这个过程虽然会有一点辛苦了但是相信我，你练习之后呢你就会对唱谱呢你就会对音感就很有进步。比如说怎么样，原本我们应该要唱哆咪哆咪但是你唱不当，你可能唱不准，你可能会你有没有在夜市用一个圆圈圈然后套那个奖品，地上摆了一块帆布碗豆浆面，噗我套中那个就是我的。对，很多人可能一套了20个圈圈，套了5个奖品回家。我岳云老师我可能套了20个圈圈，一个都套不到。为什么？因为我这种准确度我很差可是唱歌我还行，哆咪瑞发。好，那大家也想这样哆咪瑞发，那怎么练？我们在这里刚刚我们讨论过，你唱哆瑞咪发没问题，哆西拉嗦下行上行下行，只要按照顺序来唱都没有问题。可是跳跃就有问题。好，我们就不要跳跃，我在这里加一个瑞，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咪。好，我不要唱哆瑞咪，我要唱哆咪哆咪，还是哆瑞咪，只是这个瑞我唱麦当劳的那个 M 对不对？哆咪哆咪哆咪。好，我们咪轻一点 M 轻一点，哆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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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个不要唱哆咪哆咪哆咪。刚开始你可能还要哆咪哆咪哆咪，可是你听到那个大声的哆咪哆咪，这就是你自己带自己的，我没带你这是你自己练出来的成绩跟我没有关系我一点都没有帮上你的忙，是你自己努力练的。你唱唱看，对了吗？现在我没带你，你会了对不对？好，咪瑞呢？咪瑞咪瑞我们刚刚讨论过，这下行没有问题。那瑞发呢？来试试看，瑞瑞又不准了对不对？怎么办？一样，跟这个一样，我们唱瑞咪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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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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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我不唱，大家唱，对，现在就会了啊。好，我们能不能连起来？不行，不行，行啦，相信你，相信自己一定有这个能力，试试看一次不行，我们就多练几次嘛，有什么关系？同学对自己要有自信，来加油，哆咪瑞发，有一点虚虚的，可是唱得很准呢。再来，哆咪瑞发，再一次，哆咪瑞
发 once more， 哆咪瑞发，对了，就是这样。虽然练习虽然我们练习的时候有一点点辛苦，可是你多练习每一次要练习唱歌之前，我建议都把这一行唱一下你将来呢就会哆咪瑞发咪嗦发拉越来越熟练下面呢除了那这个咪嗦怎么办？咪发嗦咪发咪发嗦咪发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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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我不唱你唱，咪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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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从头哆咪瑞发，哆咪瑞发咪嗦，很棒有进步了吧虽然在练习的这个过程中会有一点辛苦，可是同学有没有发现，这样练下来之后，你进步很多呢？也有可能明天你又忘记了，对不对？因为还没有熟悉，你再经过明天、后天、大后天练它个10天下来，保证你这一行就永远不会忘记。好，我们来试试下面这个在上面老师写的3度音阶上行这个是因为哆咪瑞发往上嘛，这个往下呢哆西拉嗦发咪瑞的往下再下行。好这个呢哆发瑞嗦咪拉发西这个就是4度音。怎么样叫3度音呢？我们看一下大谱表。你这样，我们刚刚唱哆咪，这个要唱哆，对不对？你看加5下哆，对，这个唱咪底加，咱用算的1、2、3，是不是3度音4？好哆发呢？发咪瑞哆4度间隔4个，所以哆咪是3度音，瑞发也是3度音，可是哆发呢？切不过去一直做跳跃的游戏来，所以哆发呢，哆发瑞嗦咪拉发西嗦哆拉瑞哆。所以同学如果有兴趣呢有时间，除了3度音练习之外，你也可以练习这个4度音我们刚刚说过哆瑞咪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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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来咪发哆发哆发，我就会了，哆发好，哆发咪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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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瑞发瑞瑞瑞咪瑞瑞咪发嗦这里瑞咪发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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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嗦瑞嗦哆发瑞嗦哆发瑞嗦，跟我们上面的练习完全一样，就这样练。你练个每天练个5、6遍每天练练1个礼拜下来，我保证你这2行你就会了要不然呢我建议来给大家看，你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大家可以到那个手机里面的 Play 商店去下载一个钢琴钢琴，你看我在这里弹，是不是会有钢琴的音出来那这个 C 这个这个就是 C 对不对？哆哆哆哆隔壁呢？隔壁就是 Re Mi咪哆瑞咪那大家如果刚开始唱不准的时候，也可以用钢琴来帮忙那这样呢，慢慢把这个绝对音感练起来之后呢你就会唱哆发瑞嗦咪就会没有问题了就会没有问题。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些简单的练习这首歌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不会唱的嘛，一定。我本来要讲不晓唱嘛，看过这个电影，你看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有朱蒂安伦鲁斯呢带了一群小 baby 小朋友来唱这首歌，好好听对不对？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就是我们也可以唱慢一点。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好，唱到这里呢，又切换给大家看一下我打拍子的情形，来一个哆，这是
我们打拍子呢下去啊，如果下去我不拿起来，那怎么打下一拍啊？对不对？老师用功的有为无为啊？老师很爱讲笑话，不好意思，来，那个打拍子一定是这样，打上去拿下来，好，打下去，这个我们叫它前半拍。那拿起来呢？猜猜看，哎，对了，后半拍，前后啊，就这样，1、2，哈，啊对，哆咪啊，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来切过来给你看一下，我唱的谱是什么？来这里，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同学有没有发现我打谱打错了？这个嗦下面应该不要一条线，对不对啊？你看，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好，后面呢？后面哆咪就要打半拍。这个咪也半拍，再切过来，哆咪啊，我打到手，前半拍打到手的时候，就要把哆咪唱完。后面呢，咪啊半拍，咪嗦嗦发啦，瑞发发拉西西，哆咪咪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哆咪打下去只有半拍，后面还有半拍。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啊！我们从头唱来，哎，从头唱，大家看不到谱，给大家看一下。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哆咪咪咪嗦嗦，瑞发发拉西西。好，还有呢，练习唱谱，大家如果很无聊啊，觉得唱这个哆咪瑞发就无聊嘛，袂要紧，你会使找一寡就像这种的就简单的谱来唱啊。来，这首你一定看过，一闪一闪亮晶晶，有没有？哆哆嗦嗦啦啦嗦。好，我如果不唱呢，下面你唱，都对。你看，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歌，你就会哼了，有没有？发发咪咪瑞瑞哆。好，如果我不要唱发发咪咪呢？发咪瑞哆，你自己变化一下，也是音阶练习，有没有？好，下面这个怎么样？哥哥爸爸真伟大，哆哆嗦嗦，来告诉我哆跟嗦几度音？哆瑞咪发嗦啊，这是拍谁哦？同学你数错了，我这是高音的哆到低音的嗦，下行用数的哆西拉嗦，好奇怪哦，哆西拉嗦是4度呢，啊哆瑞咪发嗦是5度，当然啦，下行跟上行不一样啊，对啊，所以这个我们就那个哆哆嗦嗦啦啦嗦，有没有啊？哆哆嗦嗦啦啦嗦，然后然后呢咪嗦哆啦嗦，我刚刚这个没有唱高音啊，大家都忘记，都没有帮我发现，哎呀，好高兴哦，没有抓到我的错，来哆哆嗦嗦啦啦嗦，咪嗦哆啦嗦，2、3、4，哆哆嗦嗦啦啦嗦2，咪嗦哆啦嗦2、3、4，啦啊嗦啊咪啦嗦咪嗦咪瑞哆。同学有没有发现，唱这种简单的你本来就会唱的歌，然后有谱那你来一边唱谱一边练习打拍子，是不是很好玩？而且歌又很简单你看，我们来唱哥哥爸爸真伟大了，哥哥爸爸真伟大 ，no， 唱错了吗？不是，你忘了打拍子，我们要练习打拍子嘛，你忘记了，一起来，哥哥爸爸不是要唱哆哆嗦嗦，哆哆嗦嗦啦啦嗦，咪嗦哆啦嗦2、3、4，这个我把它切过去，大家才看得到谱来，哆哆嗦嗦啦啦嗦，一起来哦，咪嗦哆啦嗦2，打拍子，啦嗦咪啦嗦咪嗦咪瑞哆，所以其实唱歌不难，对不对？唱歌真的不难呢，你有兴趣多练习就不难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在我们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提出来讨论你希望岳云老师可以辟一个一堂课的时间来介绍哪些方面你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解惑。好，
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订阅、按赞、加分享，拜拜。